主持貓阿花，今日帶你哋行個圈，睇下地盤寫字樓而家係點，一齊睇下佢哋開會係點先。你出隻奇景啊！你醫生我收個人啦，定係醫生我收唔到？你有啦，有上正啊嘛！以前開會大聲鬧交兼拍台粗口橫飛，今日嘅地盤大家以禮相待。好，唔止㗎，有問題大家一齊傾，一齊解決。你睇下佢哋開會都有講有笑。我叫同事落去。仲有，而家地盤無紙化，睇圖一撳就有。等我用 iPad 睇下大樓嘅圖先，有幾清楚喎，放大睇又得，倒轉睇又得。安全咪做樣，每個月仲有專題安全討論。呢個真係要剪一個咁嘅網嚟專登。就係三個格仔已經係呢度嘅3個，個粗幼就係可能係8mm，即係公司嗰個。地盤而家已經唔同晒，呢個地盤嘅人好年輕，又有活力㗎。仲有，記得睇公司 LinkedIn、Facebook 啦。